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带来高中时，部分首长会继续留任。另外，陈建仁也无爱副总统落任礼有紧，伊讲防疫成功就是属好礼物。过来在今日医院无增加确诊病例，但市长也讲真济国家停台湾参与 WHO， 即阵风也等来起风啊。德田连续20年的保困期差股票案件，最高法院甲驳回上诉，保困期确定要关2年10个月。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伫行政院会带内阁总辞，苏贞昌也表示讲，伊的行政团队是上强的团队，有真侪位首长会继续留落来，亲像卫福部长陈时中、经济部长施明德等等。另外，文化部长陈丽君、国发会主委陈美玲加科技部长陈良基是拍算讲无要继续留任。14早起，苏贞昌甲行政团队总辞，所内阁成员伫总辞公文签名，或者是登记啊。苏贞昌批示填成文稿，完成总辞定书。苏贞昌伫会中表示，行政团队是上强团队，真侪首长会继续留落来。我非常的肯定各位，我们真的是最强的团队。未来很多的所长会继续留下来。行政院长家属个员伫行政院头前广场翕毕业相片，文化部长陈丽君穿白色西装，看起来真野棒。伊前一阵仔向苏贞昌请示，也传出要为台北市首长选举备战。文化部长会走找新的人选。另外，科技部长国发会主委甲侨委会委员长也传出变动，因为照调期满的科技部长陈良基，希望延中回代教册。你有规划要回学校台大？我想，因为您完成阶段对，因为还有几天嘛，那我们还是让行政院做正式的宣布。陈良基伫面册感谢4年期间担任公职，总是进前院长佫一摆困谈，也佫一摆表示交接的心意。国发会主委陈美玲是协会和国发会同事，讲到被告伫51项了后，无要继续做国发会主委，新一摆国发会主委会由政务委员江明心接任，交通部、财政部、金管会这首长去留也真受关心。没有人跟你谈吗？因为有安排约见，但还没有约见，还没有办法确定。金管会主委以上，对不对？为国家服务公仆应该没有什么职务的大小的问题吧？内阁总辞了后，会进入看守期，人数小可调整。卫福部长陈时中、经济部长沈清丁、财政部长苏建荣、内政部长徐国勇、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拢会留落来。另外，防疫指挥官身份，陈时中表示，若是要咧担任卫福部长，就会继续做。苏贞昌也展开个员约询，但整个一项进程就决定第一波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内阁总辞，文化部长陈丽君伊确定讲无要继续留落来。伫下晡的记者会，伊也表示讲会当做文化部长是人生当中非常幸福，而且是公益的代志。落任了后，伊的心愿就是回去处理，好好做一位家长。目前无任何参选的想法。那我跟我的孩子说，如果总统阿姨连任了，妈妈就回家陪你。遵守甲囡仔的约束，回去家庭。文化部长陈丽君确定无要连任，辞职了后要回去陪囡仔。伊讲今年1月16日，就甲苏贞昌院长辞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烦恼艺文界受到冲击，才延后离开的时程。台湾文化美丽而多元，能够升回文化部长，能够担任公职为人民服务，是我觉得人生中非常幸福而光荣的事情。陈丽君确定卸任，人面册留话拢是感谢甲唔甘。电影工作者王叔指出，陈丽君对每一个产业的理解甲政策沟通，伊的方式甲用心，互业界的印象真深。更较重要的是，伊甲台湾规个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斗的位置。可以看到国外其实内容产业发达或成功的国家，它其实是以整体的观念来思考。譬如说，今天影视、音、动画、漫画、游戏、表演艺术、大众文学，其实它彼此间的合作、相互的授权，其实非常的紧密。可台湾过去是因为这个整个产业已经弱太久、烂太久。伫伊任内通过文化基本法等重要的法案，而且佫是长久以来争取到上侪文化预算的首长。陈丽君讲，这是因为有真侪人做伙拍拼的成果。
针对公务法甲中正纪念堂转型还未完成的代志，伊是讲相信好的代志会继续互大家来推动。但倒是一直互媒体问讲，敢有参选的想法？伊是至少讲世界无要参选。暂时就是希望能够专心的陪伴孩子跟家人，没有任何参选的规划，也没有任何参选的想法。陈丽君要回去厝里陪囡仔，不过艺文界的人士指出，伊在任的时阵，甲文化部经营了真好，无论是啥物人来接任，拢爱继续甲伊维持落去。希望这个压力会当加做好的循环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5月20日到路，这也代表副总统陈建仁也特别入任啊。伊表示讲会回去中研院做特别聘任的研究员，继续做学术研究。而且伊也是头一位主动放弃落任礼有金的副总统。陈建仁也表示讲，台湾对抗疫情真成功，就是大家送予伊上好的落任礼物啊。新知探索的那一个喜悦，这有一点像柯南在解决一个很困难的凶杀案的时候，找到了答案的时候，那个兴奋哦。副总统陈建仁讲到学术的研究看起来真欢喜，经过这4年的任期，伊搁一届登去中研院担任基因体研究中心特聘的研究员，这嘛是头一届有副元首专入去攻击学术研究，等于讲是主动放弃落任的礼物金。根据规定，落任的副元首会当享受出席国家大典达个月18万礼物，办公室经费要1300万，医疗保健等等，等于讲是减免2300万的钱。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的薪资是由院长来决定的不是由我来决定。当你活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薪水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说，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坚持的、你最爱的是什么？中研院嘛证实已经甲陈建仁的办公室准备好啊，虽望减少落任礼物的费用，不过维安也是会保持一定的程度。陈建仁嘛对媒体讲到，任内所经过年金改革、婚姻平权、人权保障等等的工作，嘛捌去互卖甲草头，不过即马武汉肺炎，台湾的防疫真有成果，对伊来讲就是上好的落任礼物。所以谢谢你们，在我即将卸任的这一个时间，送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武汉肺炎的防疫的成功。也让我再次看到台湾是充满了无限美好、无限希望。陈建仁嘛表示，确实受到各国的邀请研究，不过伊选择到伫咧后头厝中研院，所以台湾的防疫但是有需要，伊绝对会来到3天。过来要交予赖清德，伊嘛认为赖清德会是一个比伊更较好的副总统。陈建仁漂泊的退场，佮讲要拄点光台湾的大政，转换做上主手里的小鉛笔，继续来做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也已经是连续32天无本土病例咯。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先甲大家讲恭喜，不过也是袂当大意。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明仔载也就是拜5开始，中华职棒比赛会当开放到上济2000位观众入场。职棒联盟也会提供餐点，不过个人是袂当载物件入去食的。国内头一届连续7天无人确诊，也是第32天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出现。全台湾累计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0例，有7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要向大家恭喜，代表讲社区是真安全，不过也是袂当放任，也是爱保持防疫新生活。终于在第3次，我们终于到今天也突破到第7了哈，第7天哈，第7个0，好，那当然我们觉得很高兴。那不过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了哈，我们是想越开放，但是还是要强调个人的防护哈，这个不能少。国内疫情转好，中华职棒顶一日一直争取放练观众入场的人数，还有开放食食座位会当修炼等等。指挥中心表示，相关的审查已经通过，这礼拜5开始会放练入场人数到2000个人，不过暂时无开放家己早食食。饮食的部分，我们现在先开放的是由他们所准备的餐盒的方式，暂时先不开放个人携带零食进入的部分，那也同时也开放这个亲子的部分，可以比较坐在附近。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该把手的卫生、甲家扫的礼貌做好。出门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也是讲坐温代替高铁等等的大众运输的时阵，爱全程挂嘴啊。另外，陈时中嘛强调讲，防疫的工作真重要，一定要建立完整的公务防疫体系，未来拄到相关传染病疫情，才会当有效率的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第10届就要召开视讯会议咯，台湾到他拢无受到邀请。不过外交部证实讲，台湾已经有14个友邦向 WHO 提案，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也因为有真侪国家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虽然讲无一定会成功，不过做台湾的这阵风也开始转来起风啊。虽然台湾控制疫情的成绩袂歹，不过10月就要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视讯会议，台湾也未受到邀请。因那台湾友邦除了来做观察员的范志刚掠外，其他全部拢完成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最新接获盛文森，他已经完成了提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我们的友邦呢，能够提案的都已经完成提案了，所以今年可谓是全垒打。唔那友邦挺台湾，也有106个欧洲议会、甲德国国会议员联合送函，和欧盟会员国的卫生部长，呼吁世卫组织邀请台湾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参与。我们希望 WHO 能够倾听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庞大民意的声量，而不是被某个会员国任意的政治操作。WHO 総会への台湾のオブザーバー参加、一貫して支持をしてき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こういう観点からですね、率直に言って中国の問題あるんですよ。どうやってですね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は工夫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けれど、できるだけ台湾がですね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参加できるように努力をし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外務大臣吴炳昌指出，台湾无法度参与世卫大会，其中嘛有中国的因素。美国国务院是批评 WHO 讲无权利邀请台湾的讲法。因讲台湾伫咧2009年到2016年，都捌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的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也若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O 的，唔那是美国，包括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甲日本，拢表示挺台湾。虽然这一次我们觉得不见得一定会有成果，但是我们看到套一句大家以前喜欢讲的，就是说已经起风了哈，世界已经起风了，大家都帮我们在努力，那我们自己要更努力。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虽然无一定有效果，不过真侪国家拢伫咧甲咱斗相共，咱家己嘛爱拍拼。咱若进前讲到的，台湾会伫咧世卫大会期间，家己安排线顶的会议，不过目前的规划甲参与的国家等等的内容，暂时也无要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就职典礼也特别透露，最近美军真接出现伫台海附近，美军的超音速轰炸机在今仔又出现伫东部海峡，这个月已经是第6摆啊。国防部也证实讲，美军有一台作战舰13由北平行向南平，经过台湾海峡。另外，以色列国际卫星影像公司伫 Twitter 顶头所公布的卫星相片，也出现中国解放军的军机进驻南海，也让南海局势变更较歹判断啦。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嘛主动伫咧社群媒体发布消息，抛出别克级库迪拉麦坎贝尔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相片。国防部嘛证实这个消息。美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目前是持续向南航行。推特股份内铺一张航行图，美军2架超音速的轰炸机拄关岛飞过台湾东部外海，而且这轰炸机5月份第6届出现伫咧台湾4颗维亚的空隙，美军最近直接出现伫咧台海的边仔。专家分析，美军的行动甲这项中国最近向外扩张的企图有关系。从东海、台海到南海，把它变成一个内海化的话，那么某种程度是要排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前沿存在，所以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内海化的一个运作推动，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美中毋但伫咧海上的军事比拼，对以色列国际卫星影像公司伫咧推特面顶公布的卫星相片显示，中国解放军空警500预警机，还有空歼200反舰机伫咧南海应数大进驻，因为去用所来机库外口转来逼空。最近美军伫咧南海有真侪行动，而且进行军事操演，学者研判中共的目的是要搞海上的封锁。第2阶段的话，进行民事化措施，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所以他用这个借口来部署军事武力，真正的目的是在保护他的海上航线的畅通，避免被其他国家所宰制。
英属达是南海海上航道的一个据点。学者指出，中国甲海南省三沙市的行政中心拄北方的朱佩达开启英属达，而且进行军力部署，有伊的战略考虑。若是传出中国的公告南海防空识别区，学者研判时机还未到，因为南海领空的问题是真复杂，佮加上南海高大帅的论述有无解解脱。目前中国积极建立行政措施，而且规划大量移民，要增加中国伫南海实际存在事实甲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鲍坤基伫1997年防指控讲，伫咧查某几间公司的股票，检方过当年侦办就提起公诉，这个官司到今也超过20年啊。最高法院在今仔日驳回上诉，鲍坤基确定要封关2年10个月，这也是伊带着立委的身份入去坐驾。表情震动，伫咧立法院议场外口对大众说明，黄河做花莲案的无党籍立委鲍坤基起用指控，伫咧1997年，甲迄当阵的大鸿公司负责人黄宗宏等人集资来查凯祖、玉成、中益，还佫有华龙公司上市股票查股案。经过20年的诉讼，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鲍坤基要关2年10个月。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遗憾。今天法院做这样的一个裁定，我们还是尊重。我不怕任何的艰难。该来的会来，傅昆萁就是面对。其实鲍坤基有真侪官司伫拍，伫咧2018年才因为合议查股案，叫判8个月定案一家。去年4月18出狱了后，投入去区域立委胜选。2019年理想大地开发案，虽然2018年8月份去互花莲地方法院一审判无罪，毋过花莲地检署是公布8大证据，佮提出上诉。伫咧去年9月份2审判伊无罪。安尼是即件大鸿查股案，是鲍坤基还未从政进前，伫咧1997年，甲迄当阵的大鸿公司负责人黄宗宏，还佫有已经过身的股市名人黄仁中等人，投资12亿，伫咧离岛消息公告进前集资炒作，去互检方提起公诉。一审判刑6档，2审判刑4档。2013年经2审的时阵，已经拖13年，符合诉讼法甚至超过8年的可减刑规定，敢若判刑3档。毋过也是互特赦发挥，佮已经3审去年2月份轻判2年10个月。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则是驳回上诉定案，而且已经通知检方启动移防逃走的机制。被告等人共同以俗称丙种垫款的方式炒作及操纵华龙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股票，罪证明确。经本月密切审理之后，认为原审采证认识及量刑皆无违误，因而驳回被告等人的上诉。若是抓到来鲍坤基家了，敢是需要补选。中选会表示，因为鲍坤基无去用剃夺公权，会带入人家，所以无补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展览宫的董事长颜清标因为肝生瘤，13伫高雄重建进行换肝的手术，是由伊第2位的后生捐肝予伊。高雄重建伫14表示讲，颜清标手术了后的恢复状况是真好，按算1个月后就会当出院啊。颜清标3月份做健康检查，发现得着肝癌，医生建议爱做肝脏移植的手术。迄当阵5个囝拢有意愿捐肝，第一阶段是查某囝颜丽敏，甲第2个后生颜仁贤配对有成功。落尾经过家族会议，决定由颜仁贤来捐肝。伫咧手术进前，还阁去定南宫拜拜，祈求手术会当顺利。他的舅妈嘴是要保佑他健康，保佑他的小孩。最烦恼就是他的太太，你看也要烦恼囝，还烦恼翁婿。你看先生也要开刀，小孩子又要煎。颜清标厝边的人对换肝的代志态度是较保留，无想要加讲。后生颜宽庆甲查某囝颜丽敏的服务处13敢若透过书面声明，感谢外界的关心。负责开刀的高雄中基病院14早起出面说明手术的状况。虽然困难度有较悬，不过手术是真成功。颜先生他昨天晚上完成手术，那么术后的情况也非常好，完全清醒。那么捐肝者这个儿子已经完全清醒，昨天晚上就已经拔罐。那坦白来说，这一例手术是我们近2000例手术中难度比较高，那么挑战最大的手术之一。陈调良表示，颜清标肝的瘤是早期的，差不多2-3公分，为着避免会断开，伫咧开刀进前就先用药治疗，等肝的瘤缩小到1公分了后，再做换肝的手术。经过治疗，会当减少佫翻苦的几率。也若捐肝予伊的第2后生，是保留倒病35%的肝，
目前意识真清楚，咱若间清漂差不多1个月后就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批武汉肺炎的疫情吞噬真侪国家，例如欧美国家也是真严重，造成纺织业的订单减真侪。亲像伫咧台南的纺织工厂宏远，因的订单也减袂到5成。最近甚至有风声讲要求因的员工爱放无薪假。另外，国内做鞋的工厂宝盛集团除了实行无薪假、主管减薪水以外，甚至伫中国500厂也宣布讲要规个收起来。根据着劳动部上新的统计，第一季大量解雇的案件比去年同时间增加1倍多，人数也增加34%。当初做总统蔡英文竞选时战袍红起来，宏远纺织最近传出要求员工签订单不照应行措施同意书，要有志员工新年度提休假，加公告请休事病假，无影响全勤奖金，也引起员工反弹别行，因为公司强迫放无薪假。宏远强调，无放无薪假，也无强迫员工签同意书，这是非常时期的善意。这个都是出自于公司的一个善意哈，而且都有与这个工会协商啊，不可以这个强迫员工的他的自主，每一位员工每月都能有薪水来领哈。现在大环境不好，我想员工都有这个认知跟公司共体时间。那基本上这个公文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员工都很自主性的，会想要说，来协助公司。武汉肺炎拖欧美连带影响订单，也互大厂挡袂过这波疫情。做鞋大工厂宝盛集团也无法度支持落去，目前宣布实施无薪假，高级主管减薪水。中国河北厂也关厂，地铺租欠超过4000人。厂它其实它的生产出货量是占集团总制鞋生产出货量不到2%嘛。那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也跟客户这边沟通协调。那因为经常已经做一些转厂生产，那目前对宝腾整体的制业产能并没有重大影响。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Nike、爱迪达等主要品牌拢陆续宣布，关于北美、欧洲的门市，佮加上 NBA 也停止春的比赛，奥运延期举行这因素，拢互这国际大品牌哪做哪看，连带也影响规个后边大工供应链，真侪企业甘愿苦苦支持，除了5万员工应体谅，也5万疫情赶紧过去，连互市场的需求较紧增加。根据劳动部上新统计，今年第一季大量解雇案件有90件，比去年同期44件，暴增1倍以上。大量解雇人数高达4501人，也比去年同期3345人增加3成4。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疫情影响全世界，台湾也是不例外。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表示，虽然台湾的防疫是做甲真好，不过国际疫情无停歇，到第2季佫看无景气变好，未来经济可能会先落架，再佫来爬起来。那准讲到调降利息部分，伊也强调讲，要由中央银行理监事会来做决定。武汉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冲击未小，到底什么时阵会恢复，大家拢真关心。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为国际来看，第1季景气要来恶化，而且未来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 Nike 的高压型。近期是 Nike 接近 V 型反弹的。为什么就说是 Nike？ 因为就是说它是下去了以后哈，那然后呢，它是慢慢上来的。不一定啊，像我打勾打很快啊，怎么慢慢的？那如果说打勾的话，就相当于 V 字形的了。我也不是说是它是很多翘的，而是很缓慢的。杨金龙表示，虽然台湾目前疫情控制袂歹，不过台湾是小而开放的经济体，也是看国外经济情形。因为国外经济成长无效，当然影响台湾的经济，是不是会佫降利息？伊承认还佫有空间。外界预期央行会进一步降息，总裁预估是第3季还是第4季会降息？以台湾目前我们的操作利率1个月，我们来讲哈，就0.34% 哈，基本上呢应该是还有降息的空间的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还因为第一季呢，我们就已经降了1码，哦，那我们持续再来观察看看。今年国内经济成长率是不是出现负成长？杨金龙表示，国内外22间国际机构有超只有9间认为台湾今年 GDP 会负成长，是不是用保险？即马也唔敢讲，依然爱观察政府积极推动的消费振兴措施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公布扩大纾困方案，所有民众怨讲看有食无。不过，中央政府宣布简化申请流程了后，有部分的地方政府认为审查资格变更较困难，烦恼讲会发唔到，所以暂时无要发钱，也变作有的县市已经发啦，有的县市也未发的情形。这是在职证明，只是你在那里工作。上班人员当地解说申请的条件，现场阁有真侪民众伫咧等。行政院扩大暨南纾困方案，部分县市认为资格审批有困难，所以烦恼讲发唔到去，唔敢凊彩来发。到目前为止，新列官还未发任何一角银。应该要赶快审核吧，你假如有合格的话，就要让人家通过，因为这是急难救助。实际上执行的困难我们在他的财税查证的方面我们这边乡镇施工所是没有权利去查的。花莲市嘛有同款的状况，纾困申请启动到证，敢若核发23号，总共315000块，而且就伫咧流程简化，申请人数增加，所有真侪民众提供的资料无交全，要查核是无简单。所以最近这几天也阁无法度核发通过，毋过有县市是选择以快速受理申请案件来办，民众敢若需要查询文件甲设计书第当先申请，其他相关证明这个用报件方式第使，先通过的先发。我们其实求的不是速度，求的是让民众感觉有温度，所以对于这个纾困金的发放，我们都是非常积极的处理。那我鼓励各区公所的各位区长这个全力支持第一线的同仁，那么按照放宽的标准来执行。纾困审查流程简化，有地方政府唔敢凊彩审核，嘛有部分县市爱公所赶紧来发纾困金，执行的方法无同款。地方是呼吁中央会当定出一套规则，互审核都会当有一个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咱说来看中国疫情。中国疫情伊是又搁再压起来咯。伫东北地区的吉林市甲舒兰市也拢已经宣布被封城，高达感染源也搁是找无。官方除了追查以外，也加派医疗专家甲团队要去协助抗疫。吉林市的疫情继续伫咧滚高，为着预防疫情搁拖，伫咧13封城封锁车头了后，吉林市搁宣布10时开始，户外菜市也全部关起来。吉林市露天早市今天起全部关停，早市开启的时间将会根据疫情的情况另行通知。中国官方全国的疫情通报13新增加3例本土的病例，吉林市1例，辽宁省新增加2例。因应最近吉林市的疫情真严重，13开始吉林市宣布较高风险的地区紧急开始全面封城，吉林火车头全面停驶，要求嘛停卖退烧药啊。几啊天以来，吉林市的本土病例甲辽宁省的病例嘛甲苏兰的军事团部有关系。中国嘛加派防疫人员入去苏兰市，4个拢拿咧消毒。现在分3个地方，有牡丹江、绥芬河、苏兰。现在来了，我带了7个人来，现在看需要多少人就地走路。不管是谁，出来一查一等，一查一等，通行证1天就作废，这个人非常恐慌。因应吉林苏兰的疫情，下省团报去辽宁沈阳，沈阳市嘛宣布，针对吉林登去沈阳的人，还有确诊病例接触者，全部要隔离21天，而且要进行3届核酸检测。近10天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减少了22%，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均低于20例，但是本土聚集性疫情中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仍然在增加。中国卫健委嘛伫咧记者会面顶表示，最近10天以来，无症状的感染者是减到22%，新增加的无症状感染者拢伫咧20例以下。嘛，承认本土群聚疫情的密切接触者也搁伫咧继续增加，官方也是真拍拼伫敲找吉林本土病例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伫10时透早，经过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协商，甲13个特别警戒区内面5个城市，以及着其他34个县市，决定伫10时暗时正式解除紧急状态。不过，亲像东京这寡较大的都市，到今也阁有8个所在无解除禁令。日本测试延长全国的紧急状态，表示不排除在疫情稳定的时阵提早解除。10早起10点半，在咨询委员会确认3大解禁指标，决定包括列作特别警戒区的5个城市：茨城、石川、岐阜、爱知、福冈，甲其他34个县市拢会当解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暗头的记者会讲，这个月2日嘛会对剩的8个县市搁一摆评估，疫情减轻的城市有缘会当提早解禁。2週間前と1週間前を比べ、新規の感染が
減少傾向にあること、直近1週間の合計で10万人当たり 0.5 人以下に抑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さらには感染経路がわからない感染者の発生状況など総合的に判断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世界解禁当家增加的感染人数超过标准，还有一个礼拜会的小英运动的选手三段木圣武士感染病毒过身，加做日本运动选手头一个死亡的病例，所以无伫解禁的城市名单内底。ちょっとまだ怖い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しますね。7日以降だいぶ人が増えてって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働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お客さんが増えてきてるので解除されたらなんか爆発しそう。嬉しいなとは思うんだけど、なんかちょっとね無理やりその中に混ぜてもらったみたいな感もあったりするんで、警戒しながらやっていくしかないのかなと今は思ってますけどね。虽然真济关切疫情看起来真稳定，不过爱媛的一间病院却爆发群组感染，至少有19个人确诊。记者陈世东整理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巴西。巴西疫情是愈来愈严重，一日当中就增加超过1万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到他有19万人确诊。不过，因为总统波索纳罗煞讲无要封城，颠倒讲连金巴的健身房甲街头门店是必要的，袂当关。巴西武汉肺炎疫情失去控制，过去24小时是增加超过11000个确诊，创过一天上悬的纪录，累计超过19万人确诊，变做全世界第6大的确诊国家，总共13000个人死亡。若是总统波索纳罗13说讲，健身房甲美发沙龙算是必要的开放商店，会当免受封城令的影响，继续营业，怎来引起争议？Saúde é vida, tá? Academias. Salão de beleza e cabeleireiro também, que isso aí é higiene, é vida. Essas 3 categorias ajudam mais de 1 milhão de empregos. 波索纳罗认为讲，若是甲这寡企业拢总关起来，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比疫情更较严重，而且更因安尼甲地方政府来对呛。讲若是有州长无同意的话，则欢迎来改革。面对死亡人数一直增加，医疗体系嘛强要袂堪治。毋过巴西却一直无实施全国封锁，部分地方政府歪向波索纳罗，大家拢家己宣布讲要强制封城。Ficar em casa para quem pode, legal, sem problema nenhum. Tá? Agora, para quem não tem condições, a geladeira já está vazia, tá 3, 4 filhos chorando de fome. Isso é desumano. O cara tem que trabalhar. 毋过也是有真侪巴西民众认真遵守居家隔离的命令。伫咧巴西第2大城纽约，市政府甲电影公司合作举办行动电影欣赏会，互关伫咧厝里袂当出国的民众会当免费来看。Achei a iniciativa ótima, até para quem tem criança, para a gente distrair pouco. 电影公司负责人米兰达表示，大家拢真拍拼伫对抗疫情，因来负责照顾大家的心，替这寡因为疫情受苦的民众提供一寡娱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到今已经超过430万人去治疗武汉肺炎。虽然讲拢有渐渐伫咧出院啊，不过受病毒吞噬过身体，有缘会变甲真难。特别是肺部功能体力衰退这款病尾，恐惊爱休养一段时间。女歌人安托内利伫巴黎蒙马特公寓露台，唱记忆稳定。伊获得新冠病毒了后，虽然已经好啊，肺部的疤痕依然继续影响生活，有时互伊真忝，有时是扫袂散。医生讲，这种情形可能继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伊所爱的演唱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Sometimes I desperate because I've got the voice, but I need the motor. Because now I cannot sing my favorite arias, the ones that make me trouble. 美国退伍着电队员梅洛染疫病危，靠呼吸器保命，不过也出现威胁心肺的血压问题。2礼拜了后出院，还是要继续食抗凝血药物。I have to change my lifestyle, go slow in everything that I do. It's gonna take months for my lungs to recover. I can't even run a mile right now, even though I used to run like 5-10 miles.
马里兰州的4位朱女士因为连续2摆进出病院了后，面临疲劳、失眠、头壳痛这问题，伊伫社群网站开一个患者交流社团，互相讲到各自的身心症状，为焦虑、心肝噗噗仔、筋肉酸痛、骹前头啊青青、自头甲骹各种问题，好亲像是医学百科共款。虽然无法度判断这是毋是病毒相关的后遗症，毋过至少证明医界所推测，这不只是呼吸系统的疾病。We will have a large group of survivors that have an array of complications that range from the respiratory system, so the lungs, to psychological issues related to recovering from an acute illness. 除了肺部身上甲疲劳以外，安托内里也佫有记忆障碍、食较无咸食、偏芳臭较无的早期症状。意思讲，这是病毒感染神经所引起的耐心等待复原的时期。伊继续伫落台唱歌，向辛苦的医护人员致敬。厝边隔壁也拍破学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头一个风台黄芳在今中昼伫菲律宾中部岛屿登陆啊。气象局表示讲，风台伫拜六暗时到礼拜这站时间上近划到台湾，也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气象局也表示讲，伫恒春半岛甲台东地区，在礼拜四也会落雨。中度风台黄芳14中昼登陆菲律宾了后，结果小可有破坏去。气象局预测，黄芳风台未来可能会减轻做轻度的风台。目前风台是往西北西方向咧行，按算拜六暗到礼拜是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阵，到时恒春半岛甲台东会有袂少的雨水。在这段时间呢，在整个南台湾地区，尤其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哈。那也不排除说在台东地区呢有一些比较大雨甚至比较豪雨等级的一个雨量发生。那如果以这个路径来看的话，气象局是不排除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气象局分析，风台的路线也是有变化。拜一风台行较远了后，会引进西南气流，西南部会开始落雨。所来拜一暗时，北平望景湖的方面到位，会予全台湾天气拢变甲较无稳定。气象专家认为，这波望景湖的方面是属于驻留的方面，会影响台湾3天的时间以上。呼吁民众要注意连续落雨可能会造成的灾情。这个封面呢，其实它会上上下下在台湾附近摆荡。那预计全台都会有雨，有西南季风，加上整个封面的不稳定，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要特别注意。拜二开始，全台湾会落雨。专家提醒，因为望景湖的方面系统有无共程度的雷雨包，雨是落了搁紧搁急，一般拢是喺几啊点钟进前才有法度预测。提醒民众伫咧望景湖的季节，要随时注意气象局发布上新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正在研究防疫旅游指引，明仔载召开会议，确认细节了后会送到疫情指挥中心核准。目前规划是台铁甲高铁的客票、自由座加食物件限制有机会解禁，不过51节连假也是爱强制挂水暗，而且也佫爱放体温。疫情转好，交通部规划豆豆放零节大众运输部分的禁令，一开始开放的会是恢复台铁连续假期新的自强号客票，还有高铁的自由座。另外，伫双铁顶悬食物件的规定嘛会解禁，时间点是由指挥中心决定。不过，确定伫咧51节试运期间，也是爱强制挂嘴暗，还有放体温。好，让大家可以有简易的饮食。好，我们已经指示。包括高铁、台铁，在进行规划。端午节之前我们还是从严来部署，还是以目前就是戴口罩做规定。国内旅游的部分，游乐园的放零入园的人数原本上限的50%。放零到80%，交通部当然建议防疫旅游的指引，包括坐车、大个所在，佮有食物件，拢有一套的标准。52要启动的观光协会的防疫旅游团体，路线会伫全台湾，而且是以户外为主。行程不大一样嘛，他因为选择比较属于户外的景点为主轴嘛，好，然后在操作面。旅游业要照那个守则来，防疫旅游的概念融到新的旅游的一个产品哈，那这个新的旅游产品就是变成所谓的归到我们防疫新生活。交通部拜五会开会讨论公共运输解禁的时程，而且观光开放3个计划。讨论的结果会予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对外宣布解禁的时间，佮执行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有伫尾100只的远洋钓鱼渔船登来到高雄港，为着避免潘石南的事件搁再发生，市政府在今仔日宣布讲，这寡渔船分做3批靠换，施行检疫14天。不过，伫屏东东港钓蛏仔渔船对5月开始，拢伫船顶检疫14天啊，所以因为做法伤过严格，引起船头家不满。渔船停伫咧港边整理，对渔期的变化，5月底到6月份，会少连续有100只远洋的游鱼钓船登来高雄整治渔港，为着检疫，高雄市政府宣布要协调渔船分配登来。将近4000到5000人的这样需求，因此在渔业署以及我们海洋局的规划里面，会将返港整补的这些作业分成3批。自从海军潘石南的疫情了后，渔船登来嘛爱检疫14天。市政府目前伫咧检定渔港规划11位防疫船位，唔敢放零。啊，毋过伫咧屏东东港，蛏仔钓船伫5月份开始已经集中伫咧盐埔渔港，严格执行船顶检疫。海巡单位嘛关制人员出入港区。啊，毋过即寡远洋渔船较细，疫情中心新的规定是，无论伫咧船顶还是陆地，检疫都必须爱一人一间，船头家必须爱甲渔港送去检疫旅馆。那一个人是1人1室嘛，那没有那种群聚效应的话，他可能他没有那种公权力的管制，他会那个啦，反正就是随意进出这样子，他不太会尊重我们那个做法律说或者防疫的情况。用一天2300块的检疫费用来算，一船12个人上化了，一人一间检疫14天，就要开38万。真侪船头家反对，嘛认为渔船检疫14天的政策唔是全部拢合理。在原地检疫14天啊，这样子的方式已经是严格标准上面已经是44天了。比照这个搭飞机回国的一个方式哈，他们14天的已经高出了2-3倍以上了。协会强调讲，单纯出入渔港的渔船，因为无接触史，海上作业期间等于讲拢是检疫期，目前配合伫咧船顶检疫，互渔港带伫咧真翕真少的船尾顶，已经是不得已的做法。但是政府一直继续加强防疫，船头家可能会准备抗议，或者是规期卖登去港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有真侪民众拢会用爱奇艺看电视剧，不过爱奇艺背后是中国资金。NCC 代理主委陈耀祥伫昨夜表示讲，未来要互中国资金的 OTT 落架。不过爱奇艺的台湾站是透过台湾的代理商引进的，有学者也表示讲，恐怕爱先修法，才有法度禁止。袂少民众惯习用爱奇艺看戏剧，嘛会为手机也是电脑转去电视荧幕享受高画质的电影甲戏剧。不过，爱奇艺台湾站是咱国也未经过许可的中资事业，目前是委托香港奇艺做相关的业务，再搁由台湾这边的 OTT 5路代理。NCC 认为这是咧软法律的空棒。13伫咧民进党的立委质询之下，代理主委陈耀祥讲，要甲中资 OTT 移除。基本上来讲的话，爱奇艺本来是就在台湾不是合法的产业，我们就要让它下架，就是这样子做法嘛。好，但是你们下架不成功啊。没有这个，他绕道了。NCC 会伫15，也就是这礼拜5，邀请经济部、文化部甲台湾 OTT 协会等等的代表开会，建议先为甲非法的广告移除的可能性开始。代理商回应，也未得到任何形式的通知，因相信政府会依法行政。也若讲到法院的依据，学者指出，目前的制度并无禁止中资 OTT 用转弯世界的方式来台湾。所以，若是要移除，就要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制定 OTT 专法做伙执行。以现在的法令的话，大概没有办法就禁止这些代理业者去从事相关的行为。目前可能是想要从金流方面着手去管理，但同样的会遇到刚刚所提到的问题。就依照目前的法令的规范，那如果要禁止或是要求它的广告就停止播放，那可能需要就是立法或修法。学者嘛表示，除非甲网站封起来，若无未来移除爱奇艺台湾站，民众也是会当连线去中国的网站收看。所以要安怎让台湾本土的 OTT 增加收看的流量，嘛是台湾爱思考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本地有甲台中市政府签 MOU， 打算要伫台中成立国家漫画博物馆。不过最近文化部却认为讲相关的空间拢无符合需求，要另外找所在。台中市政府也认为讲文化部的标准无共款，互人真歹接受。摕电脑为倒笔画红仔，即卖红仔册已经为实体纸本转向网络数位化。台湾有不少专门画红仔的人，拢真期待国家漫画博物馆伫台中落成启用。不过即卖听到计划暂停，拢真失望。我已经基本上不抱任何期望，因为我连它的
整个博物馆的主轴方向甚至里面的规划内容我都不晓得，我也没看到中央有释出什么样的具体内容。为红仔真侪年的红玉虎认为，国家办为博物馆对国内为红仔行业是一个指标，对人才培养也真重要，不应该因为政治互相责任。台中市府新闻局表示，国办馆加中台湾电影中心共用空间，而且是前市长林佳龙前来2018年就动工，文化部讲停就停，台中市府是无法度接受。所有的工程争议应该是在开工前就要厘清楚的，怎么会开工后都不知道，而且甚至开工后8个多月了还没有办法厘清？那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文化部还是要回归预算的执行面向，不要让漫画迷失望。台中市府新闻局指出，文化部伫动工进前已经针对工程设计图甲台中市府达成共识。2018年也派市长来参加动土典礼，那到即马才讲空间设计无符合需求。文化部强调，确实无法度达到博物馆空间集中，独立出入口甲独立机电系统3大基本需求。工程的设计。经过30几次的协商，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在空间的设计上能够符合作为一个博物馆基本的原则。陈立军表示，文化部已经甲台中市府30多摆协商会议，按过双方无共识，才决定另外找找地点。台中市府共款因过一摆争取原动议补助，台中市府的4.45亿预算也到位，互中台湾电影中心能顺利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恁买的二手车敢有安全呢？伫咧花莲也发生一桩汽车烧毁事故。虽然讲是一般的车祸，却意外发现讲一台大约出厂5年的轿车，handle路顶头的安全气囊唔但发生车祸时阵无变开，而且内面是真侪废报纸，互人看了真公平。受伤的车主也甲警察讲，伊买的就是二手车。他这个是感应，它这里面是不一样。全新无安装原厂安全气囊，就设伫个handle路内底。平常时开车看无，只有车体被大力弄到才会启动。汽车材料行业者电视安全气囊了解后边有一个辅助火hiệu，只要是安全气囊炸开，就无法度使用咯。佮加上是真贵，一粒3到5万，有人选择无必修理，甚至有恶心二手车商将伊提掉转卖。就伫前一阵仔，花莲发生一个车祸，一台差不多5年的 Toyota 被火车弄掉，安全气囊无别开，发现内底是贴满旧报纸。比较黑心的，车上它就是收起来，它里面把它塞住以后，它把那个感应线截掉，所以你不会亮灯。所以撞击了以后，它不会爆开。无安全气囊保护，车主甲乘客分别受到轻重伤。车主有脑内出血，要伫病院观察。不过，车主向警察表示，买是二手车。汽车专业人士表示，安全气囊无法度保养，平常时袂提掉。一般人也真歹为外观去看安全气囊是不是被提掉。现在其实坊间有一些技术，或者是车主对于因为金额上的一些要求，他选择把车辆修复，但是气囊并没有恢复。专业人士也提醒，原厂安全气囊也是有使用年限，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年到10年。若是火药弹起，也是有可能无法度启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善化流浪动物之家，最近也重新采划收容环境，希望会当吸引到更较侪民众来遮参观，增加动物放领回去饲的机会。看过去一间一间无共色彩、用茶器的厝，就是这阵流浪狗仔和猫仔的家。为着展现因古水的模样，台南善化流浪动物之家下真侪心思改善收容所的环境，希望会使吸引民众来遮参观，和动物加接触。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有做一堵新的那个彩绘墙，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为缤纷。那也欢迎民众有时候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遛狗，当成一个公园这样子。台湾伫咧2017年释出流浪动物禁止安乐死的政策，全台湾公立的动物收容所为迄阵开始就禁止捕杀流浪动物，强调以较无遐尔粗残的方式对待动物，也互流浪猫仔、狗仔脱离安乐死的命运，有机会去互野放。不过，这也互收容所增加袂少的压力和负担。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就是说，屏传北门区有一些流浪犬因为游荡，那就有破坏农作物，那也有像是会攻击一些野生动物，那或者是说有闯进农舍的一些
些事件。那所以最近的话，就是台南市政府都积极的在做捕捉以及 TNR 的动作。收容所的人员表示，遮有路无厝的狗仔和猫仔等等的动物，大部分拢会伫咧遮度过因的后半世人，所以希望透过这摆重新整理环境、彩绘壁面，希望会使邀请更较侪人来领养，甲因带转去做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真珍贵的保育类鸟仔，背色鸟也就是青石仔，出现伫桃园大溪。野鸟学会农业局甲警方要大告示，而且求起封锁线，禁止民众来搅扰青石仔的生态，违规者也可能爱食罪。数量无济保育类鸟啊，背色鸟也就是青石仔出现伫咧桃园的大溪，吸引真侪人来翕相。为着袂搅扰到因生态后代，野鸟学会甲农业局也佮有警方打公告，嘛有封锁线，呼吁来欣赏鸟的人爱保持距离。才会真幸运会当亲目睭看到青石仔风采的鸟友，是感觉真欢喜。非常开心，因为八色鸟非常的漂亮，有8个颜色，很鲜艳，而且它非常不容易拍。有上百个大炮在等着拍，有的是追着鸟一直追。你很幸运哦。对啊，不错，今天运气算不错。昨天来没拍到，今天总算拍到了。青石仔较介意伫咧人较少的树林内底，逐年的4、5月啊，是因繁殖的季节，为83年到90年之间，石门水库真正会当听到青石仔的声音。过去上济有一届发现14只青石仔的记录，到今嘛敢若发现2只尔。在台湾的浅山地方，我们发现到很多的鸟类，它是不断的在增长，但是唯独一个例外，就八色鸟。尤其在新竹以北，它下降的趋势更高，下降到50%以上。八色鸟它是属于珍贵稀有，就是第2级的那个保育鸟类，好，所以骚扰它的话，好，大概会有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好啊，就是并科6到30万的罚金。野鸟学会呼吁民众，若看到青石仔，唔通黑白摕物件互因食，嘛唔通甲因肉或者是要甲掠，这拢会甲因搅扰到。即嘛有派巡守员志工依持现场的特殊，希望青石仔会当伫遮顺利平安生态出后一代。农业局嘛表示，违反的人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德山的丁湖社区，因也有成立一个陪老歌舞团，应用时代上介意的歌舞方式，教一寡阿公阿嬷振动身躯，较接振动也较袂退化。对音乐跳舞，南投县德山乡丁湖社区的阿公阿嬷徛几排，无讲恁家约袂出来，因其实拢已经超过75岁啊。因为爱唱歌、爱跳舞，社区老师特别替因安排课程，让大家学跳舞、练身体。真足甲看，大家骹手搁不离溜达。丁湖社区伊是属于较庄脚型的社区，所以阮伫咧安排课程，拢以因的生活方式，较接近因较会当接受的方式来甲伊排课。丁湖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未老歌舞团是伫咧去年成立，即阵有30几个时代参加，有长辈一知影即个消息，拢真欢喜。因为会使和大家做阵跳舞、世界去表演，而且年岁上大已经94岁啊。嘛有去南投，搁嘛有去公所。我的改变就是亲像心内安尼吼，不感觉讲有较会开去。因为欢喜做伙，搁有音乐做伴，丁湖社区长辈讲，徛伫咧舞台顶，啥物白疼都拢无啊，连拐仔也免夹。因希望会使踮伫咧未老歌舞团，互家己的心永远未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打狗改做高雄的第100年。当初高雄港有铁基路，后来伫车头附近又起一座火箭楼，到今也有97年的历史啊。不过，伫咧昨下晡发生火灾，建筑物严重受损，损害情形也等咧调查。民众翕拍13号下晡，伫咧高雄铁道文化园区的火箭楼汹汹庆祝大火，相对伫半点钟以后将会拍花，但火箭楼2楼已经烧到差不多半毁。12间都是木屋啊，我就那时候就赶过来，赶回来了。我赶到这样，它是4点已经烧起来。火箭楼伫1923年起的，是代替高雄港线的历史建筑。同顶柜的，就是伫咧2楼，会使用人工控制火车奔道的机械，到即马阁会使运作，会使讲是铁路国宝。高雄市政府为了保存，嘛当地进行建筑的修复工程。发生火灾以后，有铁道迷真伤心，特别赶来看。睡不着，因为就想说，哇，
那个古迹就这样烧掉了。里头的机械的装置，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它熏黑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能够再操作，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等到火场的建设完成以后，我们进去测试才能够进一步确认。因为核子炉无电，相对初步研判是外来火源，但详细原因阁需要查明。文化局表示，若是内底机具歹去，将会请代替协助修理。记者王家川、郭建准继续报道。明仔载湾大部分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西半部是较烧好，东半部会落阵雨。热天特别到明仔载气象预报做伙来看上明了。北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我若找你去 KTV， 我会足无用的啊！你会一直甲我卡歌呢？伊一直甲你动。起码一个改袂。3点钟唱一条歌呢。太谢。每礼拜是拜五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台记台，画山画水画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我心刻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1条，啊第2条，戏第3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有人把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
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得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阁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佮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前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带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例如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脚步；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